屬豬今年叫太歲暗合，暗合容易暗中貴人輔助，就未必有大力嘅。咩叫暗中貴人啦？可能上司唔睇你，上司嘅上司啊離遠及你啊，都會好少少啦。有貴人雖然冇力，都好過有小人啦。同埋屬豬嘅你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，能化凶星之力。咁凶星有咩？劫殺、小耗同埋死符。劫神同小耗因朋友而破財，千祈唔好借錢擔保。如果好老友唔借唔得嘅，你就預佢今年還唔到錢俾你啦，就唔好咁大希望啦。小耗就少破財。平時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可以買咗佢應咗破財都得嘅，買車又好，買飾物又好，都可以啦。咁死符少疾病，咁但係今年你屬豬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犯太歲，冇乜特別嚴重嘅疾病，都係睇翻平時身體好就好，唔好繼續唔好。咁呢個死符影響唔係話好大。咁運氣方面一樣係啦，3月6到5月6出世嘅人咧就比較慢嘅，5月6到8月8就更加宜守不宜攻啦。因為平命熱命人呢幾年最唔利就係熱命，其次係平命。最好咧就11月7到3月6就寒命之中嘅寒，8月8到3月7咧都係平嘅好，所以分兩批就係3月6到8月8。如果其實可以分4批嘅，分4批我驚你唔明啫。總之3月6到8月8宜守不宜攻，8月8到3月6可以積極進取少少。